你甘心咁就一世嗎？網上賭博1秒就輸晒身家，我爭落筆債，完全還唔起，每日就好似俾鎖鏈壓住，連夢想都要放棄。我仲咁後生，唔通咁就一世？我真係唔甘心。為咗自己同屋企人嘅將來，我想試下改。我踏出第一步，揾馮 Sir 幫手理清債務，戒賭重生。今個父親節，我終於可以安心咁同老豆慶祝。欠債唔係絕路，你嘅故事或者同我一樣，可以重新改寫。郭偉清，你都試下踏出第一步，唔好再俾債務困住人生，揾馮 Sir 傾下，辦法總比困難多。